即时礼拜要来开始，请思琴奏乐。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，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。全地为敬拜你，吟诗称赞你，为吟诗学乐你的名。这时咱要来唱圣诗125首《美妙主耶稣》，请大家起立。So
即时请咱犹原徛咧，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你着尽心尽性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即时咱要来启用，伫启用文伫圣诗的后壁第41篇，嘛记载伫圣经以赛亚书第9章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印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。你予因的国家强盛，予伊大欢喜。亲像咧收割的欢喜，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，降断伊肩头的棍，侵略者的军鞋，割着火的军服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。伊要负担国政，贤明的道师，永在的天父，伊的主权无穷，伊要坐大笔的宝座，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万军的统帅上主。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阿爸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伫今年的最后一日，伫透早可以当来到这，来到这个圣殿来亲近你，听你的话语。过去一冬，阮有真济毋对，离开你的道路，亲像迷路的羊共款。阮过头相信阮家己的计谋。放纵家己的情绪，搁犯着理性的法度，因为阮无去做应该做的代志，无应该做的，阮反倒去做。求主来赦免，求主来怜悯阮即款可怜的罪人，认罪求你赦免伊，痛悔求你接纳伊，因为这是你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对世间人的应允。主啊，求主你来看顾阮。嘛，伫明仔载开始新的一年，互阮会当愈来愈祈祷伫主，伫主你的话语内面，阮找着阮生命的意义。求主你引带阮过来一冬新的道路，拢会当哪来哪亲近你。嘛，求主你看顾今仔日来到遮聚会，也是伫线顶参加聚会的人，互阮照着听着牧师的话，听着你的话语，会当互阮会当愈来愈好。互阮伫信仰中会当愈来愈坚定，嘛求主你保守所讲的甲所听的拢受到利益。阮来感谢奉告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赞美，请妇女诗班来带阮赞美快乐的日。最喜欢。
即时咱要来恭听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到38节。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到38节。照摩西律法，洁净礼日过了，约瑟甲玛利亚抱婴仔去耶路撒冷，要将伊献予主。照主的律法记载，头一体的查某囝拢着性别归予主，搁照主的律法规定，着献一对斑鴿，也是2只粉鸟仔囝做生礼。迄时，伫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做西面，这个人义搁健强，一直咧期待以色列的复兴。圣神有甲因同在，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入去圣殿，拄迄时，耶稣的爸母抱婴仔耶稣入来。要照律法的惯例，甲伊举行仪式。西面用双手抱婴仔，称赞上帝讲：“主啊，当照你的话，互你的仆人平平安安离开世间，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到你的拯救，就是你为万民所准备的。伊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阳光。”耶稣的爸母听到西面讲起关系婴仔的代志，关系婴仔的事，真着惊。西面甲因祝福，佮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：“这个婴仔受选立，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，真侪人爬起来，佮真做受攻击的记号，互真侪人心内的意念露现。你本身的心嘛会互内剑插通过。阁有一个女先知安娜，是亚瑟支族的法内力的查某囝，伊已经真老，伊结婚了，甲丈夫生活7年，现在已经84岁，伊拢无离开圣殿，每日服侍上帝，禁食祈祷。拄迄时，伊嘛来感谢上帝。对所有在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，讲起这个婴仔的事。今仔日张干牧师要甲咱讲到的题目是看迄个光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请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今年上尾一日，阮搁一遍来到伫主你的圣殿。当即时，恳求你的光来光照阮，也陪伴阮的心，开阮的耳孔，通互阮来领受你所要对阮讲的话，也互讲的、甲听的人同齐得到利益。阮将下面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你的信心来引带阮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圣诞快乐！哦，毋知影恁听着即句话，感觉怪怪的。圣诞节咱毋是庆祝了啊嘛？哦，咱的咱教会大部分咱的讲道听数吼，咱讲道的经文，咱是根据经课表来做安排。经课表咧，伊就是照耶稣的一生，对伊是一个胚胎吼，住伫老母的腹肚内底就开始，迄叫做大降节，然后到伊出世，到伊受难，到伊搁活做王，安尼来安排经课表的。所有的经文所以顶礼拜咱庆祝耶稣圣诞啦，安尼即礼拜咧，同拄仔咱听遮的圣经节，你感觉即礼拜咧讲啥？到底耶稣的啥物阶段？伊人生的啥物阶段？哦，来，咱来看今仔圣经22节吼，讲即个洁净的日子过哦，即洁净的日子是啥物？是啥物日子吼？那根据利未记的记载。你若生查甫婴，吼，你的洁净的日子，你爱伫厝里做回来啦，33日。所以这个时阵耶稣安怎拄满月啦，吼，
啊，咱咧满月的时阵，是毋是拢会足欢喜哦？啊，你若生着查甫的，可能有的人会送油饭啊，送鸡腿啊，吼啊，有的就会送什物蜂蜜蛋糕啊，吼，和大家做伙分享，讲你看阮的囡仔满月。所以，这个红个仔诞生、甲满月的时阵，佮游玩是一个真欢喜庆祝的时机吼。所以今仔日咱讲圣诞快乐，应该是也真正快乐。哦，今仔日咱妇女诗班谈到咧吟诗的时阵，也吟讲基督出世伫伯利恒，逐人心着欢喜。所以咱通想象讲，圣诞节大部分的人拢是用一个真快乐的心情咧来庆祝，甲伫耶稣满月，咱嘛要做伙来欢喜。但是圣诞节敢真正永远拢足快乐？圣诞敢真正会永远拢真快乐？咱看今仔日的圣经吼，耶稣满月吼，玛利亚出位了。根据因的律法记载，所以因就需要去献祭。啊，耶稣的爸爸妈妈带着抱着这个红个仔，迄拄满月的囡仔拢安尼尔嘛，足细只安尼，摸咧啊来到伫圣殿，因伫遐专心咧献祭。啊，因讲啊，圣经讲因炸一对放假，吼，伫遐咧来献祭。啊，你通想象伫迄个时代，你若是献放假，代表安怎？山车啦，好野人是献牛啦，啊，咱这山车人就去钓迄个放假安尼来献祭，所以你通想象，迄是一个经济无介好的家庭，吼，啊，你若去献祭，你可能就是点点啊，甲该做的代志做了，吼，啊，然后所以因就伫遐点点啊，伫遐咧献祭的时阵，雄有一个士大人行过来，这个人叫做西面。哇！西面看到耶稣，伊就足欢喜，因为伊知影这是属信心甲启示，讲伊亲目睭要看见以色列的拯救。伊知影这个就是迄个基督，所以看到这红个仔入来，伊真欢喜，就开始称赞上主，讲主啊，呾照你的话，互你的奴仆通平平安安离开世间，因为我有亲目睭看到你的拯救。哇！你想想哦，本来一对翁仔某啊，足低调伫遐献祭，雄一个老人起来讲遮个话，大家安怎？哦，这个翁个仔哪会遮特别？真特别啊！啊，可能你会感觉讲，敢无可能？伊迄对翁仔某，吼，迄个妈妈看起来足少年呢，啊，因献放假呢。因即种家庭的人有才调想饲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吗？因厝里有迄种资源吗？迄个时阵，敢若所有的镁光灯哦聚焦伫耶稣的身躯顶，一个拄满月的红个仔，雄正做全场的焦点。搁来西面讲了啊，毋若是西面咧谈论即个囡仔，讲伊真特别。吼，边仔阁有一个女性，一个阿嬷，或者安娜也起来感谢上帝，然后对迄个所在的人开始咧谈论讲即个关系，即个囡仔的事，伫遐咧谈论所有期待上帝救赎的人，甲因讲即个红个仔就是咱所期待的迄位。咱若想想迄个场面，可能有点温馨，但是可能对足侪人来讲是真戆影的。这红个仔有啥物才调啊？迄不过是一个红个仔呢。但是咱样想哦，这两位长辈，因透世人拢咧求，拢咧期待以色列的拯救来到，拢咧期待基督的降生，所以因应该是圣诞对伊来讲是欢喜的事。因所期待迄个互以色列复兴的红个仔出现啊！但是咱可能爱问一下，因期待的基督是生做啥款的？我想伫迄个受人殖民、受人统治的背景下面，因所期待的基督，应该是来做政治的改革，望会当推翻罗马政府。可能因心内底所想的、所期待的是安尼。总是后入来西面阁继续讲哦，讲到即个红个仔，伊阁刁工对伊的老母讲，即个囡仔伊要做启示外邦人的光。也要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阳光。啊，然后圣经甲咱讲，伊的爸母听到总惊一跳，真着惊。
我想因的条件吼，应该毋是对即个囡仔真特别，因会感觉着惊，因为伫即个囡仔要出世以前，天使就已经甲两边爸仔母啊拢交代了啊。即个囡仔是上帝拣选的。我咧想，若我是玛利亚，伫迄个现场，我会真着惊，是因为你哪会知？我交你也无熟悉啊。这我安怎得到即个囡仔？我拢无交别人讲啊，因为我若甲别人讲，我还袂出嫁的时阵，我着有心，我毋着互人用石头钉死。你哪会知？做爸爸妈妈，因知影即个过程，囡仔来的即个过程足特别，所以因一定知影上帝要大大使用即个囡仔。即个人哪会知？所以伊开始会感觉讲安尼即个囡仔的特别，可能是超出我所会当理解的。然后我想，若是即个爸母因不会真着惊，我想在场的人嘛会惊一着吧。除了一开始讲着讲，即个伊即个翁仔是对一个散赤、经济无介好的家庭来，可能大家会想，要怎样有才调伫即款的家庭培养出一个伟大的人？过来，因可能会感觉真着惊，还是真奇怪的是，西面讲耶稣嘛要成做启示外邦人的光的。耶稣敢会当光照外邦人？若是你是一个犹太人，你会望即个特别的囡仔也会当成做启示外邦人的光吗？伫谈到咱咧读刻印文的时阵咱所读到的拢是讲到即个特别的囡仔，伊要坐伊祖先代别的王位，天使来报好消息，互玛利亚，甲报互迄个各样的，也是报互约瑟，也拢讲这是要来坐代别的位，要统治雅各的子孙，伊的国无强劲，但是讲到即个国，讲到即个统治，敢有包含外邦人？咱可能还需要看想象一下，咱若是一个犹太人，伊可能会理解，伊会感觉讲，我生来就是犹太人。我生来就是上帝的子民，我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我感觉我是一个真特别的。若外邦人若要成做上帝的子民，你感觉因应该爱经过什么款的条件？伫咱即摆的人，咱拢知影因信称义嘛，信耶稣就得到称做义嘛。但是伫迄阵的犹太人，因的概念是安尼：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，才有得救的条件。所以你若想要得救，你若想要成做上帝的百姓，你爱先做犹太人。所以即摆讲要启示，伊要成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会使吗？会使遮尔简单、遮尔凊彩，就互遮个外邦人也得到救吗？阮要做一个犹太人，要做一个纯正的犹太人，然后搁要得到上帝的拯救，我要做上帝的选民，迄无简单呢。我若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，要成做上帝国选民的犹太人，我毋若生落来就爱是犹太人，我搁爱守逐种的律法，我才会当继续保持即款的身份。所以是安怎犹太人掠家己感觉足骄傲，阮生来就无共款。我阁做甲比你阁较好，我守律法，该守的规矩我拢有守，我阁奉献，我阁有行甲礼，我真特别。恁遮个外邦人，要成做上帝的选民，是会当清清彩彩就成做上帝选民的吗？因毋若对外邦人有即种的看法因对遐个因为犯罪的人，伊会感觉讲你犯罪，你败坏上帝的名声，所以你已经不配成做上帝的选民啊！迄张入天国的门票早就互你拍无去啊！所以因对心内底是看袂起遐个因认定的罪人，就更免讲遐个外邦人啊！你含犹太人都毋是，凭啥物你会当成做上帝的选民？所以咱通想象当西面讲即个红衣仔也要成做外邦人的光。可能伫在场的人，伊若认定家己是一个守律法、较敬虔的犹太人，可能对因来讲是无一定遮尔简单会当接受的代志。
那安尼，西面阁对玛利亚讲啊，即个囡仔，伊要互以色列济人来跋倒，阁济人要爬起来。这是按现代台语的翻译哦。你若看现代中文译本，伊的翻译是阁较歹啊吼。伊讲啊，即个囡仔要互济人灭亡，阁有济人要得救。哇！若是你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，我毋知影咱听着即句话，敢会感觉真不安。济人爱灭亡，济人爱得救，啥物人才会得救？本来无得救的人，毋才需要得救。啊，我本来生落来就是上帝的选民，已经得救得便便的人。啊，我若无得救，我是变做倒一款？我毋就是灭亡的迄个？哦，听了会惊袂？哦，那我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，相信讲一定要诚做犹太人，才会当诚做上帝选民的人。我听着即种话，我会足惊哦。安尼，我过去所守的遐个律法，敢阁有意义？若是即个家庭背景无安怎的红个仔，也会当诚做外邦人的光，安尼我到底会变做怎样咧？我敢阁会当诚做是上帝的百姓，即种的特殊的身份，我敢阁会当掠这做我的骄傲。这边的话会引起真侪人的不安。那安尼，因就开始发现讲，哇，即个红个仔所要做的代志，可能毋若是推翻罗马政府遮尔简单尔，可能整个因的社会的结构。因的社会特殊也拢会受到真大的冲击。那安尼，圣诞敢会阁是好消息？若是讲耶稣讲这外邦人即句话，会互上帝的选民感觉到不安呐？咱呢？咱的心敢会不安？咱所想象会当得救的上帝的百姓生做啥款？咱心内底的外邦人，阁是生做啥款？咱敢会当接受耶稣的光也降临到伫外邦人呢？也是讲，咱的心内底敢会亲像犹太人共款，为着上帝的百姓设立某一种的标准，譬如讲，逐礼拜9点拢爱坐伫现在即个所在，吼，然后逐个月着爱有1/10的奉献，然后伊阁爱阁爱安怎吼，爱参与伫教会的事工，爱安怎，才会当得着救。咱心内底敢会有即种设一个标准，然后只要无达到即个标准的人哦，因灭亡拢是应该的。咱心内底敢会安尼想？真正咱会当来想想吼，咱讲天国若亲像一个宴舍，你感觉伫天国的宴舍内底有啥物款人袂出现伫遐？有啥物款的人无资格坐伫上帝的道内底咧？我想这可能毋是啥物种族的议题啊！吼，自我开始牧会了，我有诶时阵会伫教会界内底听到有人讲啊，即个咱会来的，啊，迄个哦，迄会外的啦。我毋知你有听过即个讲法无？哦，特别伫一寡教会，因有咧做社区事工，咱做社区事工是做仰望讲，哇，会当引带人来信耶稣对无？但是伫即个过程当中，我常常会听到讲，啊，迄个就是会外的啦。当咱讲伊是会外的人，咱敢有期待伊坐伫上帝国的宴舍内底，还是伫咱的心内底，伊就是一个外邦人，无应该出现，也无资格甲咱同坐倒。互咱倒来想想啊，咱顶礼拜食饭倒对无？吼，若迄是天国的宴舍，然后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全身躯拢酒味啊，顶面阁都澹着土啊，看起来无介清气，咱敢会当接受伊含咱做伙坐？哦，若是有一个人，伊看起来精神无介稳定，也是迄个即个人看起来都无亲像咱平常时啊会伫遮出入的人，咱敢会想要邀请伊伫顶礼拜迄个时阵，含咱做伙同坐倒？
坦白讲啦，若讲一个人吼，伊可能清查了啊有澹着土啊，看起来无介清气，出现伫我顶一间服务的教会，我会感觉迄介正常。因为伊早伫庄骹嘛吼，阮做些人足济，尤其伫农忙的时阵吼，有诶时阵你真正会看到人身躯顶诶衫仔裤会澹着一寡土，因为伊可能拄仔为田林转来。啊，像我以早伫我家己诶母会嘛是。阮的母会，你若毋是工仔人哦，可能嘛是做事人，就是你会感觉讲，一个人先伊来教会啊，伊的穿插顶面，伊的衫小可无清气，你会感觉迄是足正常的。但是你讲伫即种的教会内底，敢真正无外邦人吗？我印象真深，我以早去探访一个阿嬷哦，伊有洗礼，但是伊拢无要来教会。然后我就去甲伊关心，我问讲：我是安怎足久，敢若足少看到你来礼拜，你拢咧无影声。这阿嬷甲我应讲：团队，我迄阵咧做团队啊，我嘛无咧无影啊。但是吼，我家己的囡仔，伊就有一寡歹习惯啊。我感觉去教会吼，大家拢看我袂起，敢若我感觉入面吼，会互教会名声拍歹去。因为安尼毋敢入来教会，迄个时阵我是真艰苦心，然后我就咧想讲，拢是有领洗礼的人是安怎？伊伫即个所在，敢若会变成一种好亲像一个外邦人共款。上帝的光、耶稣的光、基督的救恩，敢真正有临到即个家庭？若对咱来讲，也是讲对咱东门教会来讲，咱遮有啥物款的人是外邦人呢？咱有期待因得到基督的光吗？即认真来讲咱会发现一项事，并毋是所有的人拢只甲伊有光照入来。尤其是我毋知影大家有迄种经验无？你啊，即上昨天气乌阴对无？哇！你啊，下早要爬起来，足歹爬起来，足好困的。规个安尼暗的时阵，即个时阵常常有人甲你房间的电火切落光，你会感觉足舒服，还是哎哟，你拢是哎哟较济对无？咱无一定逐时拢甲伊有光照入来哦。来，你啊想，我毋知影咱有一个经验哦，若半暝啊，腹肚枵，你想讲要来灶骹款一个宵夜来食。我毋知咱有即种经验无吼？灶骹的电火一切光，哇，有物件咧走呢。我毋知迄个阵你看到你心情是会好还是毋好哦。我印象中哦，阮咧读新学院的时阵，我有诶时阵，阮会走去，就是阮就是共班的啦。阮会少少会去迄个查甫迄边的宿舍，因为遐个灶骹，啥物物件拢有啦。搁有以前学长留下来的宝贝吼。因为伊早先摆伊煮无了的物件，留喺冰箱内底，我们去内底敲。我印象真深，不管你是日时还是暗时，因遐采光不太好你若入去迄个灶骹，特别你若开电火，你一定会看到有物件在走来走去。大中小 size 拢有。你若看到迄种灶骹咱可能做家庭主妇的人会感觉心内底。我着逐日拢伫遐咧拼，是安怎半暝我见开电火，就有物件会走出来。咱着莫讲迄物件是啥，可能家纸有啊，鸟鼠啊有啊，看咱兜饲着啥物货宠物咱毋知啊。但是特别你若开电火，你看到迄小动物伫遐走来走去的时阵，其实咱的心袂欢喜啦。伊可能会讲，哎哟，哪会遮太高？咱无一定介意光照入来黑暗的所在。可能咱较意外的是，电火切开，看到一个真清气的灶骹，款甲清气溜溜，水龙头阁会发光。咱应该无介意讲，我电火一切开，我看家纸伫遐咧走。有诶时阵，咱可能也无欢喜看到基督的光照伫咱内底，因为照入来，咱会看到咱无好的所在，无完美的所在。可能伫咱的心内底有一寡人，伊是外邦人，你着敢若看到灶骹内底的家纸共款。咱开电火可能无想要看到家纸，你想要看到一个清气的灶骹。
那安尼咱来想吼，伫咱心内底，若是教会是一间灶骹，咱所伫遐煮的菜，咱所准备的物件，咱拢想要起来养饲啥物款的人咧？伫咱心内底，敢有亲像家纸共款的外邦人，咱无毋望伊出现伫咱的灶骹内底。若是有即种人伫你的心内中，向出现某一寡人的面吼，咱爱必须承认讲，可能咱真正无遐尼期待复兴，也无遐尼爱上帝信心来光照咱，因为可能咱也无想要成做西面所讲的迄个跋倒要灭亡的人。可能有的时阵，咱也无遮尼啊期待基督的光照咱心内底遐个外邦人。所以，当西面甲安那起来讲欢喜咧，俄勒主讲以色列复兴要来到，西面搁伫遐吟诗俄勒主的时，有一寡人伊的心会开始不安。但是因所袂记一个，因无注意到的是，其实即个囡仔，伊毋是为着特定族群来，伊毋是干那为着以色列上帝的选民，而且即个选民叫做表现很好，乖宝宝较会当，毋是干那为着即群人来啦。耶稣基督即个红的仔来，伊是为着所有的人来的，包括每一个外邦人，包括每一个伫救恩当中跋倒搁失落的人。耶稣毋那是为着欢迎伊的人来，耶稣也为着无欢迎伊的人来。耶稣毋那为着受压迫的人来，伊也为着压迫人的人来。耶稣毋那是为着来遐个娼妓、遐个抽税的人来，伊也为着遐个受伊批评的法利赛人来。耶稣毋那为着军队伊的门徒来，耶稣嘛为着遐个逼迫伊的官兵来。耶稣毋那为着受着失民的以色列来，也为着失民因的外邦罗马政府来。耶稣毋那为着血统纯正的犹太人来，也为着每一个外邦人来。耶稣毋那为着跋倒的人来，耶稣嘛为着遐个互人跋倒的人来。兄弟姊妹，当咱自细汉开始吼，听遮个圣经的故事，然后逐遍讲着法利赛人吼，伊就讲甲骂讲啊，迄掠家己做义的人啊，吼害耶稣受定死啊，经学教书拢无好啊，反派角色哦，就一直喊打喊骂的时阵，咱可能也袂记得讲啊，耶稣嘛为因来呢。当咱咧真欢喜讲，咱虽然是外邦人，但是咱嘛会当因信称做伊。然后感觉讲啊，以前犹太人哦，安怎拄安怎的时阵，咱可能也袂记得讲，耶稣嘛为因来啊。圣诞的好消息是，耶稣会讲是为着每一个人来，为着迄当阵的外邦人，也为着现在咱本来是外邦人的人来，也为着咱心中的每一个外邦人来。耶稣为着每一个人来，这是好消息啦。总是有的时阵，咱无法度家己当作是好消息，因为可能咱想要拥有某一寡的特权，我想要享受，逐当圣诞节会当大声去买餐券，然后我会当理所当然坐伫对面食倒的迄种特权。但是有的时阵，咱可能袂记得，咱是需要甲耶稣基督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好消息分享出去啊！我印象真深，我细汉的时阵，伫阮的迄间教会吼，我讲阮遐毋是做事人，就是做工仔人吼。但是做事人、做工仔人，你感觉应该是社会的基层的时阵，可有一寡人对阮来讲是搁较落去的人。印象真深，有一摆阮咧食爱餐，阮爱餐拢是阮家己的妇女当煮的吼。啊，煮，这个时阵啊。有一个乞食出现，身躯有味，啊，讲话大细声。兄弟姊妹，我毋知影若是你会怎样？迄阵我有一个长老出来，我就歹，你要创啊？这毋是你应该来的所在。哇！
哇！我听着，我看着惊一，我细汉的时阵足惊迄个长老啊，常常互骂吼。我看着伊伫遐骂伊乞食的时阵，我惊一条。但是搁较互我着惊的是后来牧师落来啊，准备要为着食爱餐、食饭祈祷的时阵，伊看着迄个乞食，互迄个长老骂的画面。但是这个时阵，牧师就行过，行到迄个乞食的身躯边，含伊握手，讲你好，我是即间教会的牧师，你有物件通食吗？你要和阮做伙食无？哇！迄个画面伫我心内中产生一个真大的，我不要讲，我很震惊啊！竟然是有人会当接纳即种的人进来去教会。然后我迄阵我就一直咧想，若是我咧，我敢有迄种的勇气去接纳一个甲我真无相像，可能伊伫我的心内中是一个外邦人的人。然后到我开始学会了，伫阮教会嘛有来一个，你讲伊去食吗？伊也无甲你讲爱甲你分啊安怎的，啊是你对伊的清查是有较落魄一点点啊吼。但是迄个人来，我感觉伫即间温暖的小小教会真好的是，无人甲伊骂，也无人甲伊赶，但是你嘛看到无人甲伊邀请。伊就家己点点啊来做礼拜，点点啊坐伫遐。伊是有一寡精神状况啊，吼啊，所以可能对一寡人来讲，伊无想要开迄种的时间去关心、去听即个，其实嘛需要福音的人。但是我真感动的是，后来阮有一位老长老出现吼，我当然迄个兄弟来，我嘛是学习我无会的牧师。我会含伊打招呼，关心伊的身体状况啊，还是甲伊量一个血压，替伊祈祷。但是你讲爱我接纳伊跟他很亲密吗？我必须爱承认，我做袂到。但是我感觉，互我真感动的是，我有一位老长老，伊就去主动去邀请迄个兄弟哦，然后甲伊讲我原在嘛家己一个人住啊，阮某过身啊。阮兜足快吼，一个人住介无聊啦。我看你无所在住，无你来交我住啦。伊拢无问讲，即个人有以前是啥物问题？无是安怎伊直接咧流浪吼？拢无问诶。伊就邀请伊，甲伊做伙住。后面的菜园吼，阮伫庄卡吼，拢有菜园，大家厝里拢有一片足大片的菜园。讲遐个菜吼，你若要爱，你着家己捌来煮啊。伊若有煮嘛，会搁加煮一份，含即个兄弟做伙分享。伫迄个时阵，我真正有看到基督的光照伫迄个所在。然后即位兄弟后来也受洗咧，伊无因为伊的落魄，当然无甲赶啦，但是你会当感受着讲，伊毋是讲上受欢迎的人。但是即个时阵，有一位长老愿意将基督的光分享予伊，即个互大家看做外邦人的人，后来也会当成做咱的一份子，成做教会的会友，含迄个所在的人做伙徛起。我伫迄个所在看见基督的光，也才会当去看见啥物叫做耶稣也要成做启示外邦人的光。也要成做伊的子民的阳光，因为当伊的子民会当亲像伊共款将光带到每一个需要的所在，伊的子民会伫心上发出上帝的阳光啊！我真正伫迄个长老心就虽然大家拢是做事人哦，身躯拢做侪土，看起来袂发光啦，本人看起来袂发光啦，但是我为伊的好行道，我真正看到基督的阳光伫伊心上。所以我必须要承认，我虽然做一个牧师，我感觉我的疼无甲遐尼大，但是伫每一摆看到一个人，我会感觉不安，会感觉无爽快的是，迄就是一个记号，互咱知看见讲，咱的心需要上帝光来光照咱，
互咱看见讲，伫咱的不安的时阵，表示咱需要上帝的光来拯救。咱需要上帝的光进入伫咱的心中，互咱看会清楚咱心内底误会的是啥物。毋是外邦人是误会，是咱的心是误会，所以咱无法度接受光照入来。所以，伫每一摆无爽快看到人，互我真不安的时，我必须爱承认，我需要基督的光来光照咱。当基督的光光照咱的时阵，咱才有气力将即个光带到伫每一个需要基督的光的人啊！敢毋是？耶稣圣诞，耶稣是为着每一个人来，这是好消息。耶稣毋但要成做所有的人的光，耶稣也咧邀请咱同齐成做即个世界的光，去光照每一个人。即个每一个人是包括咱心内底的外邦人。若是安尼的话，咱愿意吗？愿耶稣为每一个人更新的好消息，会当通过咱去传予真正是每一个人。愿基督的光光照咱，互咱有气力，将伊的光分享予每一个需要伊的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成做这个世间的光，你为着阮每一个人来。你为着阮来，也为着阮所无介意的人来。你毋但为着咱来，也为着阮的对敌来。主啊，阮实在需要你的光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也会当将你的光照伫即个世界每一个需要你的人，点到你的真光，照光阮内心的黑暗，互阮也会当带着即个光去光照每一个需要你的人。愿你帮助阮看见阮的软弱，看见阮的误会，看见阮的疼心无够额，也恳求你的信心加添阮气力，互阮会当发出你的荣光，见证你的圣尊名，互人看见阮，就看见上帝你真正伫即个世间。基督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圣诗342首，请来主真光。say
即时要来奉献，请大家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请大家起立。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的消息，咱大家同齐来分享。咱拜三的圣经学堂进度读到使徒行传24章第1节到27节，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。今仔日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日，所以期待咱踮伫新的一年会当继续领受济水的恩典。明仔载1月1号是国定假日，所以咱的办公室嘛同款会休假一日。过介绍会踮伫今仔日来做介绍吼，所以若是咱的兄弟姊妹要伫今年度摕奉献证明的，也请咱拢会当踮伫今仔日进前来完成咱的奉献吼。好今仔暗暝11点，踮伫咱的大礼拜堂有跨年祷告会，邀请咱大家当做伙来参与。今年因为要进入台南400吼，所以市政府有邀请咱市内是规个台南市足侪宗教团体要同齐来共振，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活动。但是我看伊迄个新闻咧报道讲，内底有1600间的庙，敢若90间的教会，包括天主教，所以无真侪教会，就是迄个咱会当看到迄个比例差足侪。但是后来我看伊侪新闻，互我有真大的学习甲反省。就是主办的想法是安尼，伊讲青年人拢意爱跨年放烟火、跨年晚会足嗨，但是遮会留咧的物件一时仔就过啊。伊这个主办的人咧期待讲，通过共振，帮助每一个人重新学习。踮伫一年到尾了的时阵，会当安静，
会当重新反省伫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，带着期待迎接新的一年来到。所以伊讲这是伊一个民望，有一个民望讲期待台南市踮伫跨年的迄一日，侪所在拢会当共进，无论是寺庙也是教会，大家人会当做伙来响应这个活动。我就继续看遐个文章，因为这个人敢若住伫隔壁。我讲写这个文章的人住伫庆东街，所以伊就开始写讲像阮兜附近才有足侪庙，包括东门北克的纪念教会。所以我看到了原来咱教会是唯一一间互伊写着名的。伊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伊就看讲遮尔济宗教团体，我得到一个真大的反省。有当时咱感觉跨年祷告会是咱家己的代志，是咱教会兄弟姊妹三组一点伫遮。为什么这个活动毋是非基督徒会当参与的呢？为什么这个活动毋是其他宗教的人、台南市市民会当做伙来参与的活动呢？有当时是基督徒伤过看轻咱家己。如果这个活动台南共争，期待台南市会当得到祝福，这个活动是对市政府开始，遮尔济寺庙、遮尔济教会要做伙来响应的，为什么基督徒会认为讲跨年祷告会是一个咱家己的代志呢？因为虽有人打电话来问讲，请问毋是基督徒的人会当参加无？我感觉这是一个真水的活动，所以期待咱今仔暗暝11点，有一段时间咱会当三组1点伫遮，通过安尼做伙反省，也迎接新的一年来到。所以阁一摆邀请咱大家，我阁刷来，明年度1月初10，咱的圣经学堂会有一个实体的聚会。1月初10的圣经学堂有一个实体的聚会，这个主题是如何带领新的朋友来做礼拜。除了我来分享以外，阁有邀请卢美玉老师，这是新源的妈妈啦，咱教会会友。也邀请伊是因为顶摆伊带一阵童军来遮做礼拜，带一阵童军来遮做礼拜。其实前一日伊将伊所设计的迄个教案互我看了非常感动。甚至伊踮伫遮个囡仔要来做礼拜进前，带遮个囡仔将咱的周部队第1页读到上尾1页，全部拢读了。然后因带遮个囡仔讲，到底你看来遮做礼拜，你看到啥物？你感受到啥物？这个是讲一个问题啊。咱为什么认为做礼拜毋是一个邀请新朋友的福音聚会？一定要通过这活动，才会当引带新的朋友呢？为什么做礼拜毋是福音的聚会？这嘛，互我真大的反省。所以我会邀请卢老师来甲咱分享伊安怎设计，伊安怎带遮个囡仔做伙去观察咱如何做礼拜。如何引带这新的朋友？第一摆来到伫教会，伊会当参与踮伫咱中间，同齐来敬拜。所以这是1月初10。1月初10的时阵，咱的地点会改一下，咱的地点会踮伫松大教室，所以欢迎咱大家在巴克里圣经学堂实体聚会，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好，过来，咱的迄个会计的检查会踮伫明年1月14甲21，所以嘛，请咱的同工会当同齐来负责。好，今仔日我有看到内心教会吼，台中的内心教会的青年踮伫遐，迄是王团队舞会的青年踮伫遐，会当请恁做伙徛起来，互咱做伙欢迎一下无？好，请坐。好，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。即是咱要来念金句，本周的金句伫路加福音第2章32节。咱做伙来读2届。伊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做你的主因以色列的阳光。路加福音2章32节，搁一届，伊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阳光。路加福音
32节。即时，咱来唱车欠的诗，伫圣诗619首。圣诗619首，请大家起立。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咱向前行，哦吼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咱向前行，哦吼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感动甲扶持，互认真人领受基督救恩的光，也将这个光分享到世间，见证主的圣尊名，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玉岛闭会。